啊，中国的科学已经不得了了，这完全不是事实啊，差远了。我们是这个行里面的人啊，但是比过去是高多了啊。但是中国的现在的科学已经超过了美国了，或者是赶上了美国，差远了，差远了，差远。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你到医院去看病，你所用的那些设备，那前不久昨天早上晚上还有一个大夫说，95%的全是国外的，而且那些设备用的全是物理学的基本原理。那些检查的手段全是物理的手段。那么我们问的，我们中国人的物理学家有贡献吗？0。啊，那些仪器的话呢，绝大部分都是进口的，95%以上。那个谁在那讲啊这件事情？所有的设备，大设备全是进口的，包括我们这个助听器，对不起，也是国外的。那我耳朵带了一个助听器，啊，里面这么一个东西，就有一个小芯片，有一个小小的，然后有个传感器，然后又放大，就这么个东西，全世界就是4家公司垄断了，没份儿。现在更难进，为什么？因为它有个专利控制，你更进不去了。这个助听器，我这个助听器是单卖的，你知道多少钱一个？5万块钱一个，它这一套就10万块钱，2个10万块，这就叫做高科技。说明什么问题？用的原理全是物理的，全是物理学，可是中国物理学在这些上面一点贡献都没有。